載將軍澳半生報，因情論曾志偉嘅英雄夢與困獸鬥，最大風起西雲飛揚。嘿，講起將軍澳嘅電視廣播城，幾十年嚟多少英雄喺度起高樓，又有幾少浪子喺度宴賓客。但係到咗2021年初，呢首號稱香港影視旗艦嘅 TVB， 卻係桅杆斷裂，引擎空轉，收視率像呢時代嘅眼淚止唔住地流，內部山頭林立，你鬥我，我鬥你，鬥得比戲裏邊嘅宮廷劇仲要荒謬。就喺呢個黃昏時刻，一個身高不過5尺卻頂天立地嘅漢子，拍拍身上嘅塵土，一頭撞進咗呢火坑。佢就係曾志偉。有人問志偉哥，你名利雙收，高爾夫球打唔完，紅酒飲唔盡，何苦翻去食啲官司飯呢？志偉呢漢子只翻咗2個字：報恩。好一個報恩，喺呢個人情薄如紙、利字擺中間嘅現世。佢記得呢間公司俾佢嘅奶水，俾佢嘅舞台，呢個唔係一份合約，呢個係一份義氣。佢帶住我不入地獄，邊個入地獄嘅血性，要喺呢個老舊嘅巨輪上換上一副現代嘅引擎。第一，破冰與點火，江湖大佬嘅雷霆手段。志偉進場第一件事唔睇報表，睇嘅江湖。佢深知 TVB 呢啲年最大嘅弊病就係自大，同4大唱片公司鬧翻，將自己關喺象牙塔裏，呢叫自絕於人民。志偉一通電話，一張笑臉，幾十年積攢落嚟嘅人脈就係最強嘅通行證。佢促成音樂永續，讓失散多年嘅樂壇游子重回將軍澳。當張學友、劉德華呢啲天王巨星為咗佢呢張老面重現熒幕，你不得不服。呢個就係大佬嘅氣場，呢個就係演藝界嘅中流砥柱。佢搞中年好聲音，當時多少自詡高雅嘅人喺背後冷嘲熱諷，話呢個係老土，係垃圾。志偉卻話頂佢個肺，你唔醒中年人嘅心。佢睇準咗香港呢座城市最堅韌嘅就係呢群有故事嘅中年草根。結果呢，全城瘋狂。呢個唔止係收視率，呢個係社會共鳴。佢讓 TVB 重新接回咗香港嘅脈搏，呢份功德勝過千言萬語。第二，名耕利所，自由靈魂嘅5年苦路。但各位，當英雄咧係要小命嘅。志偉啲人天生係片場嘅野馬，係深夜食堂嘅走線。但喺 TVB 呢5年，佢將自己活成咗一個規律嘅機器。佢自嘲每日朝頭早9點半要準時開會，對佢嚟講呢簡直係酷刑。嗰係一沓沓嘅公文，一場場嘅人事角力，一封封嘅法律顧問信。我睇呢5年，志偉老得好快，白髮多咗，眼神裏邊嘅皮味牽唔到人。佢以前係掌門人，隨口就係一個鹹古，令人笑破肚皮。而家呢，佢係上市公司總經理，話句話都要稱過量過，深怕影響股價。呢種言論嘅鎖鏈，對一個創意人嚟講，比殺咗佢仲難受。佢喺呢5年裏邊失去咗打波嘅時光，失去咗同好友暢敘嘅自由，甚至失去咗自己嘅黃金5年。佢形容呢個叫得不償失。呢句真話聽得我心酸。呢個係用自己嘅生命去補嗰塊殘破嘅招牌。第三，鐵鏽與細澤，冚山亦冚制度啦。最精彩亦都最淒涼嘅係佢喺自家節目裏邊自爆家醜。佢傾到山頭文化，傾到嗰似遺產一樣嘅世襲制度。呢個就係香港老牌機構嘅頑疾。你想改革，下邊嘅人同你玩拖字訣。你想提拔新人，上邊嘅人同你講規矩，嗰種派系傳承好似鐵鏽咁樣蝕進咗船板。志偉坦言，改善山頭文化佢攞0分，呢個唔係佢無能，而係呢艘船嘅慣性太強，人情債太厚。喺 TVB 體系內，職位係可以傳遞嘅，權力係可以固化嘅。佢呢5年好似係用緊把小刀去割嗰層層厚如城牆嘅官僚老皮，雖然割開咗道縫，但要徹底根治。志偉亦都只能仰天長嘆，難搞啊！第四，
江郎才盡，最後嘅慈悲與清醒。而家佢要走啦，佢亦自嘲係江郎才盡。我話呢個叫功成身退，呢個叫大智若愚。志偉深知佢個老橋段已經燃盡咗最後一絲火花。未來嘅電視係 AI 嘅世界，係00後嘅世界。一個老兵能喺戰壕裏邊撐住呢5年，讓呢艘船冇沉，已經係對母校最好嘅交代。佢轉身去做顧問，研究科技，呢個係佢嘅遠見。佢重回電影圈，扶持新導演，呢個係佢嘅情懷。但係我最睇重嘅係佢話想回歸嗰種下把位嘅角色。大家要明白，一個人能當總經理係本事，但當咗總經理之後，仲願意翻去俾人潑水、逗人發燒，呢嘅叫佛心。佢想放下嘅唔係權力，而係嗰副沉重嘅枷鎖，重新揾翻嗰個愛笑、愛鬧、愛講嘅曾志偉。結語：滄海一聲笑。志偉呢5年就好似我詞裏寫嘅，浩氣仲剩咗一襟晚照。佢唔係救世主，佢冇能將 TVB 變翻當年嘅黃金盛世，但係佢似係一位老船長，喺狂風暴雨中用肉身擋住咗破洞，守住咗呢塊香港人嘅招牌，然後喺黎明前夕優雅咁把舵盤交俾年輕人。蒼天笑，紛紛世上潮，邊負邊個勝出天知曉。智偉啊，將軍澳嘅行政大樓鎖唔住你，回歸你個江湖吧。嗰度有更廣闊嘅銀幕，有更香醇嘅紅酒，仲有全香港人最熟悉嘅嗰串銀鈴般嘅笑聲。智偉，好嘢！你冇欠 TVB， 係呢個時代欠你一個最響亮嘅掌聲。後記喺 TVB 節目《一周星星》訪問曾志偉，主持人黎子珊問到公司山頭文化，呢確實係一個非常大膽且具備自嘲意味嘅舉動。TVB 選擇喺自家節目中直面呢啲沉光縮窒，一方面顯示咗曾志偉卸任前試圖帶嚟嘅透明度，另一方面亦都揭露咗呢一間半世紀老店最難動搖嘅根基。喺 TVB 嘅體系內，所謂嘅世襲與山頭文化，並非僅指字面上嘅血緣繼承，而係一套深植於組織結構、利益分配與人情網絡中嘅複雜機制。以下為你詳細拆解呢種世襲係如何運作嘅。第一，職位嘅隱形世襲，人情與師徒制。TVB 嘅製作體系長期依賴師徒傳承。一位監製 PD 或高層從入行起就係由某位前輩一手帶大，呢種關係往往伴隨幾十年。資源壟斷，當某位大佬上位後，佢所提拔嘅下屬、編劇、導演會形成一個穩固嘅利益共同體。斷層與排外呢一種關係導致外部人才好難進入核心圈子，即使有才華嘅人入嚟，如果唔係自己人，好難獲得核心資源。呢個就係曾志偉所講嘅世襲，位置係留俾徒子徒孫嘅，而非純粹唯才是用。第二，藝員資源嘅山頭世襲。TVB 嘅藝員管理與戲劇、綜藝製作係分開嘅，呢導致咗著名嘅山頭文化派系劃分。過去最出名嘅就係曾派曾麗珍、娛樂派樂易玲，選角壟斷。某位監製習慣使用嘅演員，往往形成一個固定嘅小班底。如果一個藝人唔屬於某個特定嘅山頭，即使演技再好，亦可能長年攞唔到好角色。呢種角色資源嘅世襲，讓新人好難出頭，導致觀眾常抱怨轉嚟轉去都係嗰幾個人。第三，星二代與血緣關係嘅實體世襲，呢個喺 TVB 體系內最顯而易見嘅演藝家族。由於 TVB 歷史悠久，許多藝人、工作人員嘅仔女自然而然咁進入體系。雖然星二代並非必然唔好，但喺資源有限嘅情況底下，呢啲人往往能夠獲得更多嘅試鏡機會、更好嘅包裝、住更多嘅容錯空間。高層親屬內部不乏高層與幕後工作人員、藝員之間存在親屬關係。呢種關係喺分配預算、廣告資源或宣傳位時，
難免產生傾斜，形成咗另一種形式嘅世襲。第四，製作思維嘅僵化世襲，呢個可能係曾志偉最感到無奈嘅一點。老規矩，好多製作流程，如拍戲嘅打燈、劇本嘅套路、綜藝嘅玩法，幾十年如一日，排斥創新。因為呢套系統係前輩傳落嚟嘅成功模板，後生仔想改，往往會被長輩以我哋以前就係咁做嘅為理由壓制。呢種經驗主義嘅世襲，正係導致節目內容老化與年輕觀眾脫節嘅主因。曾志偉嘅無奈點解難搞？喺訪談中，曾志偉提到呢點時，顯得頗為感慨。主要原因有三：盤根錯節，呢啲山頭背後牽扯嘅係數千人嘅生計。你想喐一個人嘅位置，背後可能係一整條生產線嘅停擺。預算限制，當預算收縮嘅時候，大家會更傾向於保住自己人嘅飯碗。呢種保護主義讓山頭文化更加鞏固既得利益者嘅反撲。改革者如曾志偉進場想打破格局，會立刻遭到各個山頭嘅抵制。佢自評零分，好大程度係因為佢發現，即使身為總經理，亦都難以喺短短5年內剷除呢幾十年形成嘅腐朽根系。世襲就好似呢艘船上嘅鐵鏽，你以為抹咗，其實佢早已經深入鋼板內部。曾志偉喺自家節目談論此話題，更似係一種告誡。如果 TVB 依然無法打破呢一種以人情派系世襲為核心嘅運作模式，咁單靠內容嘅創新，如中年好聲音，可能亦只係治標不治本。